我秦玉东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做芯片，做中国芯片。阿土啊，你是最先富起来的那波人，你能投资芯片，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当然了，我也犹豫啊，因为芯片这个东西啊，除了设计、基础理论、材料、生产技术，缺一不可。一旦我们有所发展，对手绝不会等到我们像日本那样的市场占有率，就会提前下手扼杀我们。但是没关系，我们已经开始了。中国的芯片在路上，中国的芯片人已经出发了。东哥，豪气！你放心，这个坎儿我们一定能过得去。没错，其实销售计划表我早就做好了，这次我们就打架斗战，怎么便宜怎么来，目的就是让每个人都能通话。这个目标怎么可能达不到呢？我们一定能做到的。哎，东哥，秦总，东哥，怎么了？秦总，有没有药啊？有人吗？有没有药？快来人了！药呢？快呀！给我们一次机会，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们一次机会，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一次机会。OK 吧？别。开始测试。董儿，你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医院了。我没事，你别吓我，东哥，东哥。秦总，秦总再坚持一下，我这开很快呢。东哥，你想说什么？东哥，你开快一点儿！东哥，东哥。喂，喂，东升东升，我是海潮，我是海潮，海潮海潮，我是东升，我是东升。可以啊，太好了！
我们已经开始了。中国的芯片在路上，中国的芯片人已经出发了。路上，在路上。是清华的吗？是。哎，九子班的吗？九子班是。不是3个字儿？是。不是。哎，我猜一个，柳大志，是不是？答对了。哎呀，哎，又来酒了啊！今天不醉不归，高兴。我说两句，就我们这帮人之前最多算同事，但从今往后，我们当兄弟，干了！我曾经豪情满堂，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那故乡的雨，那风的创伤。我曾豪情满堂，归来却空空的行囊。喂。李总，你是关荣吗？
你很久以前就知道，李月买了国外的芯片，磨去上面的刻字，改成自己的刻字。我不知道，我以为那是他实实在在研发出来的。但是后来一直不能商用，你就不怀疑？后来我发现有问题，我就去找他，他说不要紧，任何一个项目养肥的时候，有人接盘也是赚钱的。所以你们找老百姓来接盘？不是我们找老百姓，是老百姓求着我们要份额。这么多人的钱就这么没了，你们不觉得羞愧吗？这些新闻都看了吧？看了。姜副市长，我就觉得特别奇怪，你说我们这么多的专家这么辛苦的考察调研，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别难过，没有过硅谷这样的事情也很多，前进的路上又是全新的领域，出现这些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我知道哪儿都有骗政府资金的，但总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哪个热门行业没有厉鬼啊？所幸还有领通这样的企业。姜副市长，我们在场地和生活上给了领通一些帮助，但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政府的扶持资金。这个我们正在研究。但我认为，在商业市场上存活下来的企业，才是有前途的企业。你不是真的想他？怎么叫我不是真的想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东哥是唯一帮我的人，结果人一走，还被安上一个骗子的头衔。你说我怎么可能不难过？可难过有什么用啊？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要过得好，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生命可贵，时光易逝，所有美好的都值得被珍惜。那些老去的、不好的、没有生命力的，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的舍弃。哎呦，你看你到底想讲什么？没有生命力的，比如芯片，就要彻底砍掉。虽然我们也是投了领通，对吧？但是那是因为东升的互联网做得不错，对他给张海潮的芯片输血，我们睁一个眼闭一个眼，那不能一直这么下去吧？你分析的这么透彻，你为什么不去跟他讲呢？他是你未来的女婿。你不方便去讲，你还可以让你们家女儿去讲。我们家这个未来女婿他很讲义气，他要是不答应怎么办？我为什么要淌这趟浑水？东哥就是为了这晦气的行业走的。我徐阿土发誓，我这辈子不会碰半导体这个事情。李东升那边，我不会去帮你讲的。东哥生前很希望张海潮能干出点什么名堂来，我不会让他的在天之灵你有不安的。要讲你自己去讲。行，那我就说，这是我俩共同的意思，我们是一致行动人。叔叔，哟，东升啊，您怎么自己来了？您跟我说一声，我来接您。哎呀，不用。哎，
你这个地方房子是有点破啊，但是腔调有的。您找我有事儿，不嫌弃去我办公室说。哎呀，没什么事儿，啊，也不是完全没事。其实呢，是薛总找你有事，他让我来找你。薛总，不是一直叫他阿土哥吗？怎么改口了？不是最近他为东哥这个事儿那么难受吗？所以只能给他尊称了。不过难受也是对的，对吧？海潮太实诚，太实诚就会被李月压着打，对不对？那阿土哥现在心情还好吗？很难受，每天喝酒，每天都重复一遍，这辈子再也不碰半导体了。说半导体是全世界最晦气的行业，所以他希望你也不要再碰半导体，踏踏实实做互联网。您的意思我听懂了，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做好 FF。东升啊，我觉得吧，你特别拎得清。哎，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你有那么好呢？这样，你和子夏结婚的时候，所有一切都是我来，你买个房子就行了。现在互联网套现没那么难，所以呢，我们只要做到很准、稳。We advise you to divest in the chip business. When exactly are you going to start? Please give me more time. At this point, we will found a new direction of chip design. I have the confidence the chip business will bring us a revenue soon. We can't go public until you've separated the chip division. Sorry for interrupting, but I didn't remember we mentioned this condition in the last meeting. We've read your most recent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chip department has been in the red for years now. That's going to affect the valuation of LeadTone, and in turn, it's going to affect our ROI. As I have just said, we will withdraw if you don't take care of this soon. Papa 爸说他今天来找过你了。你也这么想？这得看你怎么想，毕竟这种事情没有女人先张嘴的嘛。别谦虚了，职场不分男女。你对玻璃芯片业务的情况怎么看？其实红木资本，或者说整个投资行业对芯片领域都不是很看好。有的时候呢，市场热的东西未必真的热，冷的也未必真的冷。但是现在互联网是高点，玻璃出来，不管是上市还是转手卖个好价钱，对自己来说都不是什么坏事。有点现金在手上，置业也好，再做投资也好，心里总会是踏实一点的。薛雅土那儿新开了个楼盘，楼王还没卖出去，据说景观很好，能看到整个黄浦江。改天我们去看看。好啊，但是我听林夕说啊，薛雅土造的楼不靠谱。是吗？买房需要钱，我现在没这么多现金。我的情况你最了解，我只有股票，不上市就等于是废纸一样。江景豪宅跟我没什么关系，至少目前没有。酒没了，我再拿一瓶。欢迎光临。新来的。哟，侯杨总，哎，您今天是来看房的吧？对，我来带您看看咱们。哎，不用不用，我跟你们薛总讲过的。哎，好嘞，我给你叫一下。来。哎，我跟你讲，这套房子我看了很久了。来，看看，这户型，一共没几套，就在黄浦江边上，赞不赞？啊？女儿，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爸，李东升的情况我最了解了，他兜里没什么钞票的，房子他买不起。他的情况我难道不了解啊？我是他的投资人，互联网只要剥离，弄个上市或者被收购，我呢再帮他运作一下，赚1个亿没问题的，买套房子，毛毛雨。他都没求婚，我们这么伤感的干嘛？求婚这种事情嘛，你不要担心，男人嘛都这样的呀，都有这种毛病的，恐婚。哎，更何况你们现在都这种关系了，对吧？啊，不是，他没有求婚动力嘛，也正常的，对吧？哎，但是我女儿可是有其他价值的，因为你爸是我能帮他上市，帮他赚钱。哎呦，据我所知，徐雅图也没有完全站在你这边吧？就你手里那点股份少得可怜，够干什么的呀？那是因为他伤心过度，前段时间没力气听我讲话。我肯定能把他拿下，你担什么心啊？可是，女儿啊，你爸爸是男人，我最了解男人了。男人比女人现实，比女人慕强。我跟你说实话，我以前根本看不上李东升的。自从他做了互联网，我觉得他配你就够得上了。哎，记住啊，你是能帮他的人，他也喜欢你。这一次啊，你一定要体现出你自己的价值。哎呦，爸，哪能像你这样算来算去的？结婚啊，很神圣的。结婚本来就算来算去的，好吧？你上一次没有在张海潮有上市苗头之前抓住他。哎，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张海潮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是，我无所谓，我真的无所谓。这个困在技术里的书呆子，就算最终成为了东哥，他又能怎么样？但这一次，你一定要在李东升上市之前搞定他，否则以后就会很难的。你张口闭口上市的，上市哪这么容易啊？啊，你以为跟你一样，想给小姑娘买包，一下就搞定了？你讲的不是废话吗？工作就是这么做的。哎，你爸在几大证券公司都有好兄弟，我早就让人评估了好几轮了。有空的。哎呦，哎呀，薛老板，哎呦，让你亲自陪我们看楼，真是三生有幸。谢谢。你讲你要看楼王，我才来的，否则这种时候我才没心情。行吧。哎呀，被李总开除了。哎，刘处，确实很行。会长，潘局啊，任何一个产业发展都会遇到离轨，但是我们要发展集成电路的决心不能变。你要是让邮处这样兢兢业业的人走了，会让所有真心支持我们的人寒心的。人心是最重要的。我欣赏你的直爽，也承认呢，你说的没错。这本来就是一条充满了错误和坎坷的道路呀。如果是充满了坎坷和错误，那为什么还要往前走？那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直到找到对的道路。一个产业也是如此。在90年代，大量的国企效益不好，剩下的国企，包括那些电子厂，做的基本上都是组装，核心的电子元器件都是从国外买回来的。我爸爸就是在那样子的企业当工程师，那种企业一年的盈利最多也就是7%到8%，连给工人发工资都不够，更何况还要发奖金，还要再投入到研发当中。一家企业想要长远发展的话，至少要拿出10%的利润来重新投入研发，这样才可能产生利润超过50%，甚至于超过100%的公司，才能够养活很多人，养活很多个家庭，才能够有人拿到年终奖，才能够开开心心的回家过年，才能够对来年有个盼头。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够让中国有未来，而成功的芯片企业就是这样的企业，拿不走的
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核心技术。这个可是紫薇大师帮我布的局啊，暗合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您自己随便看啊。哎，我说，你现在对赚钱都没兴趣了吗？看一看，会买的。什么意思啊？哎，你问问我女儿。现在互联网上市能赚多少钱？哎，你记得上次吃饭，就是上次投资人一起吃饭的那个人吗？哪次饭局哪个投资人？就上一次，8分钟那个。啊，高高帅帅的，你要介绍给子夏的？哎，您可别胡说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他的互联网站还不如李东升的，包装上市，赚了6个亿呀！真的假的？那还能有假的吗？红木资本就是因为看了这个案例，才决定投资互联网的。这不也投了我的未来女婿吗？那你意思李东升包装一下也可以？你说呢？那我们也能跟着一道赚钱啊！你把钱放进去，不就是为了赚钱吗？那你为什么不早讲？是你自己说对赚钱没兴趣的啊！不就是没有兴趣？行了，嘴硬。哼！子夏，子夏，哎，来，我再给你讲一讲这个房子的妙处。这个大师讲了啊，主卧特别的旺夫，你不信去看看。子夏，去看看。来，啊，这个阳台，大师的布局，有青龙，有白虎，有朱雀，有玄武，外面黄浦江就在旁边。黄浦江是什么水？水是什么财呀？不仅财。行了，就你这套大半年都卖不出去的房子，你到时候一定要给我打车啊！你搞得我像拎不清一样。放心。不过我听说你们公司开辟了互联网部门。一个公司2个部门赚钱不好吗？当然好，我还以为你们犹豫了呢。希望你们不忘初心，也希望我们初心不改。我是不会变的。其他人呢？我可是听说，所有资方都希望你取消芯片部门，连你的员工都不坚定了。这么说，领通的张海潮的确很执着。是，原本计划要对他们进行扶持，但是他们的 CEO 突然就做了互联网企业，那这件事情还得再观望一阵子。里约的事情动摇人心很正常。会长好。经过这一次，还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人，就是我们必须要支持的人。这是个教训啊！是。当时在做出长江高科发展芯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了这些困难，尤其是现在遇到的困难。但我觉得一个企业在发展的路上，在于的不是它开始时的轰轰烈烈，而是遇到问题时会不会犹豫。我们不犹豫，也绝不退缩。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哎，现在的氛围可真够糟糕的。我听说子夏的父亲总是劝东升剥离芯片部门，剥离芯片部门，搞得欢叔他们都没有信心工作了。心理素质太差。海潮，如果大家都对行业失去了信心，都想走，那可怎么办啊？如果他们做出了这个选择，我会尊重他们的选择。
带几天孩子，我带你太太去趟华强北，你看行不行？去华强北做什么？有了订单，客户才能更看好我们。哎呀，我相信你们两个出马的话，一定会马到成功，拿到订单。做证券人测了？还是你了解我？准备拿去发广告吧？哎呀，你说咱们俩这么帅，这要是发出去，还不得引起轰动啊？啊！华强北都是男人，只有男人才最懂男人。原来你们两个那么有默契，我想多了，我多虑了。你可真没有多虑，我跟你说，这家伙心底里边一定是动摇过的，只是最后被我们两个人的技术给征服了。啊，去你的！哎呀，不用拿这些，我来吧。去个华强北不用愁。哎，今天我跟我爸还有薛阿土去看那个江景房了，真的能看到江哎，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不靠谱。啊。哎，你们上海人不是喜欢浦西吗？觉得浦东是乡下。关键可以改的嘛。再说了，那个地方离长江那么近，位置又好，视野又好，听说风水也不错。你不是答应陪我去看的吗？你什么时候陪我去啊？我跟你说了，我现在还没准备好吗？这个房子我买不起，现在几千万对我来说太遥远了。我当时第一次听你说，几千万离你很遥远。到底是几千万离你远，还是安定下来离你远？哎，子祥，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你看我现在和海潮还有顾东，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给我点时间。去哪儿？约林夕吃饭。辛苦了。是咋啦？我跟你讲啊，我觉得我以后忙起来了，得把爸妈叫过来才行，光靠阿姨可不行。你决定吧。开心吗？荣生站你这边了。并不意外。我想那次长城测试对他触动还是很大的。于东走又走得很悲壮，他也是有血性的人，这个时候放弃的都不是男人。子夏不是约你吃饭吗？你赶紧去吧，他一定是有事找你聊。没事，就2个碗，等我洗完再去。听话，快去吧。去。交给你啦，谢谢老公，辛苦啦，好好洗啊。在老深圳人的记忆里，华强北弥漫着金钱的味道。80年代初，全国掀起了普及计算机的热潮。88年，这个地方成立，无数1米柜台开始诞生。而决定一个柜台是否能大幅度盈利的，只有芯片。哎呦，想我们家妮妮呢。我跟你说，孩子啊，就是最甜蜜的负担，你出来就得牵挂。你考不考虑要个孩子？啊？真的？哎，跟我们妮妮接娃娃亲啊！你说女大男小啊？女大3抱金砖，哎，你赚到了好不好？而且合完签，整个领婚都是你的，可以吧？啊，结婚这事儿你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提上日程。哎，我扫了一圈啊，发现这国外芯片是真够贵的，看来做国产精品很有必要。好东西都贵，好的女人也很难找到，所以我觉得呢，子夏肯定是最合适的。哎，你好。哎，我想请问一下，这么多电子产品，怎么没有卖手机的？那多难做呀！那什么都是容易做。哎，
其实我跟你说，家庭就特别重要，家庭稳固。哎呀，黄大销售，咱们的宣传册你看了没有？看了呀，这个做的你不觉得很自大吗？浮夸的要死，2个大头放在上面，跟那香港电影海报一样。嘿，我跟你说，你要是见了倪志雄啊，你会觉得我的这个创意棒极了。你晚上让他看看。这个倪志雄57岁了，靠卖水货发家的。 整个华强北手机生意做得最好的就是他，但是他真的很难约的。我听说谁约他，他都派他那2个侄子出来就打发了，自己根本就不来。今天是怎么约到他的呀？哎呀，放心吧，肯定来。我和他大侄子说好了。真的吗？哎，李正。哎，倪总呢？他来不了，我也一样。 你女朋友长得很漂亮吗？啊，这不是我女朋友，这是我们销售总监黄林熙。啊，小倪总你好，我是领通的销售总监黄林熙，销售是我负责的。坐。喝点什么呀？你安排。我安排。小姐，明白怎么样的？行。饭吃了吧？我们这边习惯喝酒前吃点东西，不伤胃啊。2位倪总晚上好呀，好久不见。你连着干嘛呀？谁跟你说的？在这个地方想找到你们很难吗？今天我就是来讨个公道。你好。不好意思，小姐，今天我们还在谈事情，你有什么事能不能？你坐下，我很快。我问你，之前我买你们的手机壳，有不给你们钱吗？没有。后来你们说要压价，又要抽提成，我有说过一个不字吗？没有。那为什么我听你们下面的小弟说，我得跟你倪灿睡觉才可以给我货啊？所以今天姐来了。来呀！不是姐，误会。误会！我呸！不信你问你哥。哥，你这手底下人怎么回事啊？啊，我自己的事情你这干嘛？还不是为了你吗？那么长时间都搞不定。怎么了？我弟喜欢你，想跟你睡一觉。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还哭？哎，别！好了，别生气。哎呀，黑黄，走。不好意思啊。喂，小姐，你哪个山头的？今天这是我的局，全被你搅了。跟他们这种烂人合作不了，我搅局我是在救你。这么拽，你买单了啊？凭什么我买单啊？啊？林夕，我买。你买什么？你认识他吗？哎，走啊！我还想跟他聊两句。聊什么聊啊？人生何处不相逢？说不定有商业机遇啊。商业机遇还是其他机遇？来都来。两位，是你们的宣传册吗？对。哦，原来是做手机芯片的，怪不得你们叫倪老大。不好意思啊，刚才我搅了你们的局，作为补偿呢，你们别叫倪老大了，我跟你们合作。您是？金文，谢慧。李东升。你好，金小姐。我们在华强北做调研做了这么久，怎么没有听过金小姐的名字啊？你的公司在哪里？我们明天可以去拜访啊。好啊，明天我在店里面等你们。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人生处处是机遇。服务员，V08买单。来着。
大哥。哎，二位老板好，欢迎光临，随便看随便挑啊。这就是你们老板的手机公司啊？哎，你们来啦！小乐，给他开票。哦，青小姐，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据说诺西亚之前的办公室呢是在车库，那我们的手机公司为什么不能是铺位呢？你们不都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吗？怎么也在乎这些呀？你还挺有意思的。哎呀，没点本事，哪敢毛遂自荐要跟你们合作呀？不过我估计别人也看不上你们。放眼华强北，只有我金文可以跟你们合作。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雨为我抚